位于台中市西屯的汉翔公司，早起10点外发生着粉尘爆炸意外。公司的员工找咧死亡，6个重伤。伫几啊百公尺外，阁会当看到爆炸冲出来的白烟。消防局是出动着18台车来抢救，爆炸原因还咧调查。汉翔公司目前已经停工，等待调查。嘿，规个转一个啊！ 民众听到爆炸声音，窗门拍开，就看到真侪白烟冲起来。无那工地后边呢，毋是工地呢。白烟冲起咧田顶，甲日头早咧。若冲白烟的所在，就是生产飞龙机的汉翔公司。下早10点15分，汉翔工厂内底汹汹传出爆炸声音，救护车一台接一台驶来到公司门口，甲7个员工分别送去病院急救。 刚才疑似粉尘爆炸，刚才疑似粉尘爆炸。先生，你们几个人受伤？受伤的员工对发生事故经过拢记点点，听讲敢若是工厂内底收集烟叶的器具发生爆炸，造成1个人死去，6个人受伤的悲剧。爆炸啦吼！啊，伊个在办公室内底喺壁，我动。较去脑震动安尼啦吼。唔知迄汉翔公司的董事长和公司的主管做去病院看受伤的员工。他们是做明基的白金和金的一个切割钻模，可能现在还在做调查。发生这事情啊，我们也很难过，我们一定会善尽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态度，对家属一定会把事情。 告他清清楚楚，因为他这个工厂就是一个集成器啊，集成器的爆炸，那爆炸怎么爆炸的，我们一直在调查。先怎发生爆炸，会阁继续调查。不过这件意外造成1个人死去，6个人受伤。爆炸真大声声音，也让附近的民众拢吓一跳。